幾個月後，彭博亞洲富豪指數發佈咗一個令成個亞洲金融界譁然嘅數字，朱太嘅身家喺不到半年之內蒸發咗超過60億美元，跌幅超過70%，係2018年亞洲最嚴重嘅單人財富縮水。一夜之間，香港女首富就變咗亞洲財富蒸發皇后。但呢只係噩夢嘅開始。2018年下半年，另一個風暴悄悄逼近。香港金融圈有個人物喺幾年之間迅速崛起，大量囤積港股低價股，身家暴漲，到處高調。但係喺2018年，呢個人突然人間蒸發，聯絡唔上，然後傳出消息，佢同內地一間巨型資產管理公司之間存在大量唔透明嘅資金往來，而呢間公司正係後來爆出驚天大案嘅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其掌舵人被調查貪污腐敗嘅故事，震驚成個中國金融界。呢個失聯人物正係金利豐嘅重要客戶之一，亦係朱太商業版圖裏面嘅一個關鍵節點。2018年9月，香港證監會出動咗，而且係以一個史無前例嘅力度出動。監管機構同時向多間券商發出限制通知，凍結涉及呢個失聯人物嘅相關戶口。被凍結嘅資產總額上限高達102億港元。102億港元，呢個數字係有紀錄以來香港證監會單次行動凍結客戶資產嘅最高金額。業界震驚，報章頭版，連國際財經媒體都瞪大眼報道。金利豐雖然唔係唯一被涉及嘅券商，但佢個名喺所有報道裏面都係排喺最前面嗰一個。而且呢，仲未完，幾個月後，2019年初，證監會再次出手，再凍結數十億港元嘅客戶資產，理由同樣與涉嫌挪用客戶款項有關。同年3月，一個晴朗嘅早上，一隊從香港證監會嚟嘅調查人員出現喺國際金融中心1期金利豐嘅辦公室門外。搜查行動持續咗整整5個鐘頭，一箱一箱嘅文件資料被帶走。翌日，金利豐嘅股價再跌近1成。朱太嗰個曾以一己之力企上香港女首富寶座嘅女人，正承受住佢商業生涯裏面最難捱嘅考驗。但如果你以為佢會就咁冧低，咁你就太唔了解佢啦。喺嗰啲最艱難嘅日子裏面，